大家平安，咱今时间到啊吼，咱要来开始开始之前，咱做伙来祈祷。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你保守阮，也互阮伫即个天气炎热的时有助你，互阮暗时的凉爽。阮搁一摆来恳求你伫即两天的天气互阮有好的天气。特别是伫礼拜日，阮要去到伫淡江中学的即个耀华礼拜，恳求主你来一路带领。阮也真欢喜，今仔日搁组织伫你的面前，要来查考伫保罗的第二届宣教即几个城市恳求主你，互阮透过保罗的宣教搁来看见当初是因的困难甲保罗的信心，甲伊的顺服。阮伫遮来献上祈祷，求主你赏赐阮有你圣神的智慧。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好，今仔日要来讲到保罗第二届宣教旅程对即个几个城市吼，咱前礼拜有讲到甲对菲律宾啦吼，菲律宾了后，咱今仔日来讲4个城市，就是安菲波利吼，安菲波利咱的地图顶悬的7、8、9是咧8、9、10、11啦吼。8、9、10、11，安菲波利亚波罗尼亚吼帖撒罗尼迦甲庇里亚吼，这4个城市吼会愈来愈精彩啦吼，特别是到后礼拜咱要讲即两个部分，即两个城市吼也是以弗所即个吼即个即几个城市保罗会拄着情形会更较无共款吼。渐渐进入伫希腊了后，就有一寡，咱前礼拜已经有讲到新的挑战，就是对伫希腊哲学所影响伫教会内底吼。咱知影伫保罗的宣教吼，伊对伫咱讲耶路撒冷开始，当然就是这犹太教的影响的问题，犹太教对基督徒的迫害。所以因即个司提反受去钉死了后，真侪基督徒就四散，上侪个人走来即个所在安提阿，伊成做一个基督教的重要的据点吼，嘛是一个差派宣教师的中心。然后伫即个犹太人的影响的下面了后，渐渐进入伫即个亚细亚遮，就开始有。咱咧讲的罗马的传统的宗教信仰，佮南接着犹太教的思考文化所以才开始有一寡拉扯伫咧吼。基督徒要安怎外邦爱受割礼无？即个因伫迄个所在所受的影响，面对因的即个传统的鬼神附身，因利用宗教趁钱，这个问题拢会产生吼。但是当伊进入伫正式到伫咱咧讲的马其顿，就是欧洲大陆即个所在，佮带来一个新的，伊毋捌面对过，就是咱咧讲的希腊的神庙也好吼哲学，特别是哲学中间有足济的影响，对教会内底成做一个咱咧讲的信仰顶悬的纷争咱来讲副教神学，也是讲异端，也是讲咱一般咧思考的希腊的哲学跟他们的神的理论跟基督教的神学是有足济无共款的物件吼。所以慢慢会进入伫即个部分的讨论啦吼。好，
啊，这是我荷兰的迄个网络连接，它比较新版的，它的地图的较立体啊啦吼。啊，头前迄张就是较早期的是平面的安尼吼。所以咱今仔日来对讲菲律宾进入伫安菲波利吼。亚波罗尼亚哈甲帖撒罗尼迦庇里亚基本上其实是应该是这么说了菲律宾是一个重要据点，帖撒罗尼迦是一个重要据点，这两个呢只是过路的旅站而已啦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好所以咱今仔日去讲到这几个城市经文就是出于在那个使徒行传15章第1节到第15节你如果有先看我荷兰的讲义内底我今天的形式又有一点点改变，我尽量把事件发生的经文就放在后面互大家咱更较清楚安尼啦之前拢省略无去讲到，我感觉可能安尼对大家来讲可能较无清楚好，安菲波利是唯一的一次这个地点跟下一个地点都是唯一的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安菲波利好，甲咱考试一下，什么叫做波利？波利 （polis） 在希腊文、拉丁文，它的意思就是城市城市它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安菲，安菲有二的意思，所以基本上它就是说有两个城市。那这两个城市呢，我这样举例，可能我们会有一点误解。你如果知道那个匈牙利的首都叫什么？对，它就是河流旁边两个城市组成一个城市，叫做布达，一个叫佩斯。可是安菲波利它两个城市没有在河的两边，它是两个城市后来合并起来的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意思了以这个所在，它就是一个从菲律宾要到帖撒罗尼迦必经的一个路程那我们从这个比较立体的地图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为什么会要经过这里因为呢，这边是山，这边也是山，所以它经过山谷过来这边，这边又是山，这边整个山是阻断的，所以它就走这边，沿着海岸这边，然后就走到亚波罗尼亚走到这边，然后再过来这边，这边又有一个山谷的，这边有一点点山谷，如果我们看得清楚的话，这些山谷那就到这边来所以因为地形的关系，保罗的时期因无什么车啦就是马车，加是安尼尔。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距离来讲，它就是必须要经过这几个城市，然后到帖撒罗尼亚城市去安尼好。这个是这个安菲波利它古城的一个平面图了我都讲过，它不是在河的两岸，它是单独在一个岸那边。那它是以前是两个城市，后来就并成一个的这个大概好咱知影它的名字的来由了那唯一出现在这个地方而已，就没有在其他的地方了OK，嗯。OK，这是伊对菲律宾拄则已经甲咱讲，菲律宾要去到伫帖撒罗尼迦的一个路途中间的一个第一个城第一个城。那在这边也是一样早期有设城、有建城的地方，都一定跟罗马的军事或是希腊的军事有关系，特别是在罗马的政府的时期它都是因为有军事的据点。所以有道路，有城市当然就是咱咧讲的迄个堡垒啦堡垒这个名就是我拄则甲咱讲的它就是一个复合的名字就是两个城的意思伊是去有一个河流叫做史推蒙斯河所围绕的一个城市那我搁倒转来拄一下迄张图就是这个它就是被它围绕的一个城市。以前的城市呢，
第一个就是跟河流有关系，不然就跟海有关系。然后如果是陆地上的呢，基本上就是跟军事有关系了哈。哎，安尼咱大概知影这个它的以前城市，像马街来开拓教会也是跟大汉溪有关系，跟淡水河有关系，旁边的城市拢是先开拓的所在。啊，那宜兰那边就是安那，伫海边伊上岸了就设立教会哈，大概是这样子哈。以前的路上的交通没有那么方便了哈。好，这是在第一世纪的时代哈，当然保罗在行的这中间嘛是爱靠陆地陆地就是基本上就是靠着马匹、骆驼就慢慢的来走哈。这个真早就已经有这个城市哈，伫这个所在因伫迄个所在就经过遐这个所在有生产生产橄榄油。咱知影在地中海附近的一些岛屿国家，他们种的那个橄榄跟我们这边的橄榄是不一样的哈。他们那边的橄榄是就榨油对因来讲你像讲犹太地犹太人把橄榄油当成什么？当成有医疗行为的，所以现在有一些比较灵恩的教会。如果那个牧师在帮人家祷告的时候，或是天主教徒也会用这个什么橄榄油或是那个油膏去涂抹帮人家祷告哈。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哈。那木材，因为这边的这个土地，跟咱咧讲的亚细亚、土耳其是很不一样的哈。这边是树林比较多的哈。然后这边也是葡萄酒出名还有无花果，当然还有矿产、金银那还有纺织品来，在1956年开始有人伫迄个所在咧学啦学到真济罗马时期留下来的，比如说罗马人很会盖什么？很会盖那个地上像拱门一样那种灌溉渠那个渠道。或是一些在城底下的一些渠道，他们很重视这个水资源的来源这是引足厉害的所在所以在考古里面有发现很多这样的一个遗迹特别是在这个里面，也代表讲这个城市在当时候是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非常重要的好当然伊嘛有希腊时期的一些坟墓出土了按怎样？以前就是这样子，以前没有现在那么好的工具，所以他们大概就是说，把这个城攻下来之后，把它地面上的弄一弄能弄掉的弄掉，不能弄掉他就盖了一层土，就又盖上去了如果我们看那一些圣经考古的影片的时候，就会发生说，他们有一些地方是里面好几层不同时代的一个埋没的一个土拱啊，这边也有发现所谓的马赛克马赛克是在什么样时期出现的？希腊希腊开始出现的希腊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艺术品在建筑里面啊。我们说的希腊正教延续了这样的一个艺术的传统所以你哪可以看到那个东正教的教会，他们叫做希腊正教，他们的他们的礼拜堂的建筑很多都用马赛克，而且都是用金色的为主底下来为圣徒的像，或是画一些圣经的故事这样这跟天主教传统就有一点的不一样。天主教传统他们会刻一个人像，或是用彩窗这就有一点不同的天主教传统就用那个哥德式的建筑这是较无啥共款的所在安徽玻璃是雅典人来所建的一个城市，当然我们也讲过了，有军事啦，有商业的功能啦上有名的一个这个历史古迹叫做安徽玻璃之狮一只狮在欧洲的皇家
大概喜欢用老鹰，或是用狮子当他们的城市或是王朝的一个象征哈。你如果有机会到瑞士的那个卢森，卢森也有一个皇帝的狮子在那个地方哈，那也是很出名的一个观光景点了哈。那你像德国早期德国，他们就用一只很凶的鹰，细细嘎嘎的哈，啊，大概是用这样的来代表他们的一个象征了哈。啊，OK，那1930年这个雕像后来就被重新组合哈，给修理有好势，啊，佮佮用出来哈，啊，这个就是这个像啦哈，嘿，这是深工神学院的教授哈，他带学生去观光的时候他拍的啊，我就用他的相片哈。好，然后呢，经过这个城市之后，就到了亚波罗尼亚啊。一样是复合的名字啊，亚波罗，我们就知道阿波罗啊，就是在讲阿波罗太阳神了哈。那尼亚就是说属于他的了哈，属于他的城市了哈。就是说阿波罗的城呐啊，如果要真的翻译的话啊，阿波罗的城这样子哈，哎这也是底现经中间唯一一次出现的这个地方哈。我都了讲过，讲因为他只是路过而已哈，他只是路过而已，所以他就沿这个海岸线这边走到这个湖旁边，再按尼过来哈。这对来讲，当初是当然要行遐远，一定要有停啦哈。好，伫现代的名，伊都无叫做City of Apollo 哈，它现在名字叫做 Paulina 哈，Paulina Paulina 就是女性的了，那是女性的名字的哈。进前是看男性化的名字了哈。这是马其顿省的一个很重要的沿海城市，可是它不是真正的临海哈。好，那一样的哈，它就是出现在这个使徒行传的17章这个地方哈，哦，我咱看到哈伊就经过这个所在，虽然保罗只有经过可能只睡一个晚上，隔天就又赶路了哈，这样的行程当中，可是这两个的名字都有提出来，也表示当时候你知道保罗的习惯是哈。他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不是去 check in，他去哪里？他去犹太会堂。好，当然有可能伊无伫这两个城市建立教会，但是伊真有可能嘛是拢有咧传道伫这个所在，所以伊会去记载伫这个所在啦吼。经过这两个城市，当然对伊来讲嘛是真重要吼。咱知影这个。拄则咧讲，这是经过的一个路上的点哈。咱你看讲，帖撒罗尼迦哈52公里，安徽波利大概35公里，哈。咱今麦来看52公里很近呐，可是以前没有那么快了哈，没有那么快，所以他们大概用一天的行程去走这样的一个必经之路哈。真有可能伊无有太会堂或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大概知道说这两个城市他所经过的地方保罗在那个地方有留下他的足迹也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候他们怎么样去走这样的一个路程哈，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在准备这个时候，就是最近也都在想那个马街的事情哈。马街被比喻为很会走路的一个宣教师哈，伊的查某囝捌讲过，讲吼，伊做忙对因爸爸马街吼出去宣教，为什么？因为伊一日工拢无伫个，拢伫外口咧行路吼。所以呢，你要知道说，当时候在宣教，其实是真的很辛苦哈。亲像咱教会早前，咱遮的长辈开设者。对迄个游牧，因是嘛是拢用行无坐轻便车落来，也是用很多的时间。古早牧师伫迄个鹿港教会牧会的时候，他们也很多是从3个小时、4个小时以外的地方
行来到遐做礼拜，吼，啊，因着边担咧囡仔啊菜米啊，担做伙去到礼拜堂，啊，住诶煞开始煮饭，啊，下昼佫一场礼拜，啊了着转去安尼吼。所以咱知影早期是足辛苦吼，足辛苦。吼，后来即两个城市讲了，咱入来伫迄个帖撒罗尼迦啦吼。帖撒罗尼迦伊诶名诶意思是一个胜利诶意思吼。伊即个城市伫遮是嘛是非常重要，因为伊是一个足好诶天然港。咱注意看伊即个地形，非常好的一个天然港吼。足安全诶一个天然港诶，即个港口诶一个城市吼。伫这个所在保罗伫遮也，咱知影有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就是说他有建立教会哈，在这个地方哈。伫保罗因离开着腓立比诶这个监狱了后，因就开始来往这个方向行，因为因伫遐开始腓立比诶人开始无爱因伫遐哈。那腓立比我们记得什么事情？就是他们医治了一个鬼附身的女孩子嘛哈，那个事情哈，所以他们就被迫离开了。所以从16章40节到17章咱就看到这个情形的开始离开，就开始行哈，这个就开始行哈。那17章的第1节、第2节，他说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的会堂。OK，第1节的后面讲有犹太会堂，第1节的前面部分呢，讲到前面那2个城市，没有特别讲到有，没有特别讲到有在这个地方你就发现说，他只要有机会，他就进去了犹太人的会堂，这是第一件事情第2节怎么说？保罗照习惯，他非常习惯，非常有规律的，有拄到会堂，他一定进去，在那里有连续3个安息日，代表多久？至少3个礼拜嘛，至少3个礼拜。那前面那2个城市就是经过而已，可能1天住一晚就走了。在这个地方，至少在这边看到3个礼拜。底这所在，他根据什么？根据圣经跟人家辩论。为什么辩论？不想说这个保罗真的很无聊，为什么要跟人家辩论？因为当地的人，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他们有犹太的会堂，那犹太人又有犹太人自己的想法，那是不是合乎圣经？是不是合乎上帝的教导我们等一下会讲这个圣经到底代表什么样的圣经那第3节呢？他说。他辩论讲解过来，最主要要做什么代志？好，证明基督必要受害，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讲，我对恁传扬这个耶稣就是基督，他要证明的是这件事情，他要跟人家辩论的是这个事情所以，伊最主要的是咧传国外的耶稣啦国外的耶稣。这伫当初时是犹太人、法利赛人上排斥的讲法，这是第一个。过来另外一个希腊的神明的人，因无法度去接受迄种有复活的一个想法他们像礼拜3我们有谈到幻影说当时就有一些很多其他的学说，要证明耶稣不是真的基督他不是真的上帝道成肉身幻影说啦、世子说啦，拢是迄个时代三星的一寡学说啦帖撒罗尼迦也是比较属于那个女性的名字的比较属于女性的名字希腊因是第2大都市即马约了有100万人是的帖撒罗尼迦伫罗马帝国的2条足重要的交通教会点一个是陆的，一个是海的啦对所以咱会当看伊讲拄则咱咧看迄个地图，伫即个所在真重要
啊，水路的我度假宫，它是一个非常多安全的一个天然港哈，伫个港湾内底哈。啊，伫这内底会看到迄个有对多瑙河的下游哈，多瑙河是流到这边来哦哈，多瑙河是流到那个黑海里面去，那它也还有支流流到这个地方来，就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城市的地方啊哈，所以它基本上其实应该是说，它所谓的水路不是只有海而已，是从多瑙河那边他们可以坐船到这边，然后通到海里面哈。这个所在哈，后来现在的城市在这里哈，在这里哈。这是咱的那个地图了哈，在这里哈。那它这边有河流，河流哈，这里河流这里所在哈，这个是一个天然的海湾哈，非常好的一个港口了哈。好，这个伫罗马时期来讲是足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哈，伫这所在，所以伊有一个拄则已经讲这真好的这个海港城市在这个地方哈。那在主前在这个地方就已经是非常被重视的一个城市拄则咧讲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女性的名字哈，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妹妹名字来合的名哈帖撒罗尼迦这个名OK。主前168年的时候呢，罗马政府改统治起来改分这一个第二行政区的一个首府了当然尾也个升格这马其顿省的省府当讲是罗马帝国非常重要的港口之一啦主前42年腓立比战役的时候呢，帖撒罗尼迦被罗马皇帝授予自治权，成为一个自由皇城了哈。这个是罗马在统治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方式罗马因怎讲？因为温准当地有自治权。好，我们回到耶稣时期。耶稣所在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比拉多的，叫做总督，所以伊是罗马皇帝派来的。我们说，用中国文叫钦差大人总督伫个所在。然后还有一个什么王？还有一个希律王，我们叫做他是什么？分封的王，对吧？所以希律他们有4个分封的王那他是当地的自治的一个王。好，另外一个宗教自治，犹太人可以有自己的宗教团体，所以当耶稣弘历的时阵是什么人甲掠？不是比拉多甲掠什么人甲掠？祭司长甲掠所以罗马的体制在那个时候，它就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用现在名字啦，一国好几制啦一国好几制的是这个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什么？坏处就是比拉多跟希律王之间的紧张，所以造成主后70年，罗马大军就进入耶路撒冷。亚说的预言说什么？一个石头不在一个石头上面这个是那个紧张造成的。好处是罗马政府不用去担心太多文化的问题，应该也解决他们自己会解决，犹太人自己解决犹太人的问题这有好有坏了好。伫这个所在，咱看到讲，圣经甲咱讲，保罗去这边伫犹太会堂，甲人辩论啦辩论其实是透过讲话透过讲话，透过讲话透过讲话分析
解释，跟我们在讲的那种辩论又不很相像啊。就是说，他也在那个地方，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让因了解讲，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所想出来哈。所以会通讲是讲，伫帖撒罗尼迦的这个犹太会堂，因为伊是一个足重要的城市，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是一个首都，所以也是差不多那个区域上重要的一个犹太会堂哈。伊伫迄个所在，3个礼拜伫遐，甲因讲话了，开始建立一个犹太人甲外邦人的教会，吼。英语叫做 Jewish Gentile Church 所以这是一个会当讲是联合的一个教会啦吼。这介绍是亲像啥呢？亲像即马伫美国，我用美国做例啦吼。即马是台美教会的第二代，基本上无伫台美教会咧聚会，因宁可去甲其他的亚洲人合作会，叫做亚美教会。Asian American 就是亚洲人的美国裔啦吼，毋是美国人的亚裔教会，就是讲看起来拢是黄皮肤、乌头毛的，但是拢讲英语的，因的思考拢美国式的，即群人也去做即种的教会安尼吼，所以是一个族群合作会的一个教会吼。伫遮嘛是共款吼，嘛是共款，共款伊有好处。因为因拢用共款的语言，拢伫美国受教育，可能有诶伫美国出世，吼。像阮囝是叫做1.5代，足侪人是第二代，第二代就是出世伫美国诶，吼。因诶讲话，因诶思想，因诶文化真共，但是因本身佫有家己诶文化，比如讲台湾人甲印度人会合无？袂合啦，台湾人甲中国第二代会合无？嘛无拄拄会合，甲韩国诶共款，拢会各有迄个问题伫咧吼。这嘛是当地时伫初代教会因所拄着诶问题共款啦吼。但是保罗伫遮伊对因遮诶人诶影响力真大，为什物？因为保罗本身伊有外邦诶教育，吼。伊是罗马一个公民，所以伊有受到罗马的一个教育的系统伫个，所以足知影讲要安怎甲遮的外邦人讲信仰。但是伊阁有受到法利赛遮的教育，所以伊嘛足知影要安怎甲犹太人去辩，所以伊伫即个所在嘛真有伊的影响力伫即个所在。但是保罗伊伫即个城内面对的是遮无信主的犹太人，因拢去招一寡即当地的咱讲罗马啦吼，来甲伊攻击吼，伊定定拢拄着安尼啦吼。咱若注意甲看保罗的即个宣教旅程中间，伊上大的压力毋是外邦人，毋是希腊哲学，嘛毋是迄个因的偶像崇拜。颠倒是犹太人，伊即阵犹太人无聊到什么程度呢？到伫保罗倒去耶路撒冷因也搁倒转去耶路撒冷，搁找人去遐去甲伊控告若用现在语言来讲啦叫做肉搜啦肉搜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犹太人颠倒是对保罗的宣告诚做足大的阻力甲上落尾伊去互人拖去审判，甲犹太人也拢有关系啦OK，所以帖撒罗尼迦犹太人并无放过伊啦嘛是伊就最后只有安尼受到逼迫，就搁离开这是伫使徒行传17章13、19、14、16这所在讲的过来第四个城市去到今仔日讲的第四个城市啦去到伫庇里亚庇里亚这个罗马时期马其顿省的一个足重要的城市即马希腊共和国伊的名佫无共款啦即马叫做贝罗利亚贝罗利亚即个即个城市伫即个所在，伊伫山内底伊伫山内底这较特别毋是伫迄个
毋是伫即个咱讲海边啊，是河来边啊呢吼。诶，伊即个是一个希腊的一个支族所起造的啦吼。即个嘛是真重要，当然对伊来讲嘛是一个军事真重要的一个所在。但是呢，因若捌诚做罗马的人，迄个因的神明崇拜中心啦吼。伫即个所在有一个犹太人的社区。保罗会来即个所在上重要，甲伊离开菲律宾的原因共款，因为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要甲陷害吼。伊就逃走，来到伫即个所在。伊捌伫即个所在来讲道吼，伫即个所在来讲道吼。保罗甲西拉大概约是即个主后54年到55年来到即个庇里亚即个犹太社区伫遮。伫遮因嘛伫即个所在伫遐来传福音。因当然咱拄则讲伊帖撒罗尼迦诶讲道的中间，犹太人来使人遮的咱咧讲当地罗马，要来甲因害。因就遮的兄弟姊妹就较紧叫人甲保罗带走。有发生一个较特别的代志，就是保罗先去啦吼，保罗先去。即个伊另外迄两个同伴是尾啊才到安尼啦吼。保罗对庇里亚的人吼有足悬的评价吼，足悬的评价。伊感觉遮个人吼袂歹，伊讲因吼逐工拢查圣经吼。想要爱知影即个道理是真诶还是假安尼吼。所以路加伫使徒行传内底咧学了即阵人讲啥，遮个人吼比帖撒罗尼迦诶人较好。甘心乐意来接受即个道理，就是保罗所传的即个道理吼。这是一个无共款的一个所在啦吼。这尾庇里亚成做一个真重要神学的研究中心啦吼。因会先去查考，你知影受过希腊的训练的人，因会拢会去做思考，咱中文叫做思辨啦吼。会去思考，才来去做一寡的判断。这嘛提醒咱现在吼，咱现在特别是 Line 啦吼，也是 Facebook 吼，我定定收到足侪人传互我物件吼，一看知影讲迄假。但是问题是讲，咱看到拢无咧做思考，看到就传互别人啊吼。这是对咱现代人来讲，嘛是一个提醒的吼。这庇里亚的人，伊会去做思考，去查证了后，因才相信啦吼。咱讲伫信仰的中间的一个理性的思考，理性思考毋是无好吼，是有一个帮助的吼。感性嘛足重要啦吼。所以伫即个圣经咧讲，伫因中间有侪相信的，嘛有4年尊贵的妇女，咱来看吼。是咱咧讲，上流社会有钱的人吼，遮富人人查甫的嘛介济吼。所以拢差不多是遮庇里亚的人，伊感觉讲，伊伫遮传福音吼，感觉加足顺啦吼，加足顺伫即个所在。了后，咱看到西拉甲提摩太，因是尾因为保罗较危险，因就先甲保罗送出来。保罗留西拉甲提摩太继续伫即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伫遐咧帮衬吼。了后因才过来吼。但是什么时阵过来吼？其实无介清楚的记载啦吼。不过咱知影讲，伊就是较尾仔过来吼。保罗甲西拉甲其他的同工伫即个所在约略差不多1礼拜的时间吼，伫遮甲因讲论，有真侪犹太人、外邦人拢相信啦吼。但是呢，拄则我咧讲吼，保罗上大的阻挡是对犹太人伊家己的人来的，所以因听到即个保罗伫遮，因就搁一群人搁追过来，又搁煽动遮个人来暴动安尼吼，所以保罗不得不又搁离开吼。所以保罗基本上吼，伫伊的宣告中间就是安尼，受到欢迎，
伫遐来传福音，引带人信主，建立教会，训练同工，搁来去互人震动、逼迫，爱着去离开，爱着去到一个落去一个城市。基本上呢，咱会当看第二届的宣教的旅程，拢毋是保罗安排要去倒位，吼。所以咱咧讲，伊对亚细亚领受到圣神的主动甲引带，伊就毋知影讲伊要去倒位啊，吼。这互我联想到迄个，亲像咱咧讲的亚伯兰，上帝呼召伊对伊行，希伯来书讲哪，当上帝呼召伊的时阵，伊还佫毋知影要去倒位，吼，共款。所以保罗伊就一步一步对上帝引带来行，这是我也真正甲咱讲真值得咱学习的一个所在啦，吼。所以伊了后就开始往海边去，往海边就是开始往南嘛，吼，开始往南要去到目的是要去到伫雅典去劈开遮的攻击啦，吼，嘿，共款哦，这个时阵，西拉甲提摩太还佫伫迄个所在吼。了后，佫一群人来甲伊带到雅典了后，保罗才叫伊互送伊来的人吼，去即个去转去庇哩亚迄个所在吼。提摩太甲西拉会当叫因较紧来伫雅典遮甲伊会合即个所在吼。了后，因才去哥林多甲保罗会合啦吼，因为较慢啦吼，就伫这所在吼。好。伫即段即4个城市中间，咱有几个人物，咱大概小可讲一下吼。保罗就是咱知影即个宣教的领导者，带领即个西拉，伊中途呼召提摩太吼，伫即个加勒泰的迄个所在吼。保罗，咱会看讲第17章第1节讲，保罗甲西拉继续因的旅程，经过暗菲波利、阿波罗尼亚吼，甲即个帖撒罗尼迦，伫迄个所在有犹太人的会堂吼。好，因就伫遐来传福音啦吼。保罗吼，伊就伫即个特庇甲路斯德的所在，特别是路斯德，伊来找着即个提摩太做伊的学生嘛吼。咱已经知影即个背景吼。即特别是行到咧即项代志。西拉就是伊第2摆自头就开始选择的，因为伊甲巴拿巴有无共款的意见，对即个马可，所以因就互相离开，就家己带家己的同工吼。这是伫16章的所在，咱所看到的吼。这咱已经知影较熟的吼。提摩太就是伫信仰顶悬，军队保罗甲西拉的学习宣教。学习管理教会吼，了后就诚济足重要一个同工吼。犹太人的会堂对保罗的宣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事。拄则咱已经有读过迄个经文，伫第2章，保罗照习惯进入会堂，连续3个安息日吼，伫这个所在。所以犹太人的会堂拢是保罗到一个所在宣教上重要的一个，咱讲根据点啦吼，伊一个开始的一个所在，所以伊伫遮甲因辩论是咧证明耶稣的受死对死搁活吼，然后讲耶稣就是基督，这是伊的福音的主轴啦吼。好，敬虔的希利尼啦，就是希腊人的意思啦吼，所以。这个中间有一寡人信诚做保罗甲西拉的来讲同道嘛，会当讲门徒啦吼。有真寡敬畏上帝希腊人，甲妇女界的领袖嘛相信啦。这我放一个问题，互咱去思考啦。保罗来进前有基督徒无啦？还是讲保罗来到伫这个所在进前，有人来传过福音无？是安那因会讲，有好些敬拜上帝的希腊人和妇女界的领袖也信了，足有可能有啦。圣经无互咱足清楚的一个答案吼，真有可能有，但是没有教会的组织。咱知影保罗伊毋是干那传福音尔，
伊个上重要的工作是训练门徒、建立教会、设立教会制度吼。可能保罗伫遮嘛，甲因行洗礼吼，互因。但是保罗家己讲哦，伊无甲介济人行洗礼哦吼。所以咱大家把那个问题放在脑子里面，或许有人比保罗更早把福音传出去，或是亲像犹太人其他的基督徒可能啦吼，可能好。17章12节咧讲，因中间有济信的人，有济是希腊上流社会的富人人，甲希腊的男子也拢信吼。所以咱会看讲，毋是干伫即个外邦因遮拜偶像的人受医治，安怎才会信主，含因的上流社会。伫迄个时代，所谓的上流社会，就是比较有啥物诶，较有受教育的人。所以，咱咧看着希利伊会讲啥？因会去逐工去读圣经，去做思考，去求证，然后才来相信。所以，因是较有受教育、有思考的一群人。所以，咱会当看伊讲，原来有遮无共款的咱咧讲社会阶层的人来信吼。好，保罗共款拢是升入去伫犹太会堂，这是一个好处，有一个根据地。但是嘛有歹处的是，犹太教的人非常讨厌以讲复活的基督，所以因拢会去找一寡工帮，要来甲保罗创治，也是甲伊压迫安尼啦吼。所以咱大家知影讲，犹太教背景的犹太人一直是迄个基督福音的阻碍吼，足清楚伫这个所在，咱知影吼。好，因就煽动群众啦吼，煽动一堆人，当地咱咧游手好闲的人去迄落吼，咱知影群众运动是最危险的啦吼，最容易煽动，嘛是最危险的吼。好，来讲台语的这是迄个旧的台语翻译啦吼。伊讲非利古纳人吼，做非利，非利咱就讲罗马啦吼，用咱现代话讲罗马安尼吼。所以因就讲，因拢去结合遮个人来，因为遮个人上敢啦吼。你若互伊好处，伊就会迄个会来替你出力安尼吼。伫即内底有一个人的名吼，遮已经有出来，咱连面会去讲着吼，亚孙啦吼。伊遮个群众就是去互犹太人、西人就来压迫即个保罗甲伊的同工吼。当然即中间有一寡真疼主的人就保护保罗安尼吼。好，百姓归群自责当然是咱讲看牢即个啦吼。亲像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有人举棕树尾欢迎伊，嘛佫举手讲等于是未嫁吼，共款。好，耶孙啦吼。耶孙伫即几个城市中间扮演一个足重要的一个角色，伊是一个真疼主的基督徒。当保罗因拄着即个困难的时阵，因不但接待因佫违抗罗马的即个命令吼，甚至因伫圣经讲吼，伊这就是违抗罗马皇帝的命令。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去乱的时阵，就去告罗马的官，讲即群人称耶稣是犹太人的王，用甲耶稣同款的罪名去控告因就对啦吼。所以因伫迄个所在，犹原受到罗马的遮的政府，也是讲军队，就讲因着爱甲保罗交出来安尼吼。所以伊违抗就是等于违抗罗马皇帝的命令，这是政治罪啦吼，这是政治罪。好，使徒行传17章第6节、第7节安尼写吼，我用中文看吼。可是找不着，竟把耶稣和其他几个信徒拉去见地方官，控诉说这般扰乱天下的人，现在来到本城，耶稣竟收留他们在家里，他们违反皇上的谕令。说另有一个王名叫耶稣，所以咱足清楚啊，这是用政治的名要甲保罗因害，咱知影，因有违背该撒的命令无？其实照讲是无啦，但是因为因甲伊控告讲，
因咧传道理的中间讲耶稣是王啊，所以咧一个国家袂当两个王嘛，吼，除非是皇帝准啊，吼。所以因伫即个所在，伊讲啊，伊就是违背即个该撒哦，即个王安尼吼。所以咱来看你讲，伊的压力对伫犹太人即人民百姓甲地方官来吼，所以因当变做结合做伙，结合做伙伫遮较特别提就是庇哩亚的人，咱拄则已经讲着，因真认真啦吼。我想这是咱现代基督徒真正爱好好去学习的吼，甘心领受这个道理，逐工查考圣经吼，要来知影这个道理是真诶啊，毋是吼。所以咱若无去查考圣经，无有灵修的生活，咱无法度明白圣经的道理，这是确实的吼。伫保罗时代嘛是安尼吼。所以咱伫遮来看吼，这个有一群人去送保罗离开辗转吼，帖撒罗尼迦、庇哩亚，然后去到伫雅典吼，雅典咱后礼拜要讲的时阵会有搁较济吼。好，事件就是咱知影第二届宣教吼，宣教踏入来伫即个马其顿吼，即个希腊了后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福音的扩展吼，伊就对即个所在入来吼，安尼一直落来吼，然后来到即个雅典、哥林多伫遮吼，安尼吼，这是现代地图啦吼。好，所以这时间就是主后52年开始啦吼，咱讲因3个人开始去到特罗亚、菲律比、帖撒罗尼迦、庇哩亚吼，保罗伊本来是望来拜访伊第一摆设立的教会来甲因坚定因的信心，但是呢，一个真重要代志就是圣神禁止伊吼，咱会一直讲到这个部分吼。圣神禁止伊伫亚细亚省吼，所以上帝就带领伊对美西亚的边界，这是亚细亚上西边遮一个省吼，来遮伊想要伫迄部分，但是圣神又搁不准吼，安尼伫这所在来引带伊行过这个爱琴海这个吼，互伊去到伫欧洲伫这个所在。所以，伊伫迄个所在来遵守圣神的引带，一站过一站，一站过一站，伫迄个所在传福音，来见证主是国外的基督，伫遐来传福音，设立教会吼，这是非常重要。我礼拜日会去讲到保罗佮甲马该吼，咧讲到因的宣教，要安怎伫这中间来学习迄个信心啦吼，咱嘛用安尼来去思考啦吼。所以咱看见讲保罗认为这是上帝来的呼召安尼吼，所以因就伫这所在来搬过迄个海跳岛安尼过去吼，来到伫这个所在伫遮传福音吼。咱有讲到第16章的时阵有讲到路加加入伫这个所在伫遮开始来传福音的时阵，伊有将这个册内底的名对因改做阮，会通看见讲一个无有记载伫迄个《使徒行传》这段，但是伊事实上是参与伫内底，就是作者这个路加啦吼。好，帖撒罗尼迦教会伫遐3个安息日，伊伫遐讲着讲，伊照着圣经来辩论。这个所在所讲的圣经，毋是咱即摆读的新约圣经，请咱会记，应该是犹太的经典。犹太经典基本上是3个部分啦吼，就是旧约的摩西律法、诗篇、先知书啦吼，大概是这3个部分是因上重要因上重要的。所以咱知影伫新约咧讲着圣经，绝对毋是新约的圣经是咱讲一般咧讲的旧约当然有特别的迄个部分吼。伫迄个所在咧用，咱来思考看觅，用摩西的经典对创世纪开始讲，再来讲到这个律法吼，是咱的诗篇吼，是这个先知书，用这3个会当去证明耶稣是国外的基督，咱去思考看觅有诶一寡
教派讲旧约甲咱无关，你若对保罗的观点来讲，这绝对袂通啦吼。咱整个圣经是一个真救赎是连贯的吼，有预言有即个弥赛亚的预言然后才有耶稣基督搁来搁活的代志安尼吼。伫即个所在，伊伫遐辩论耶稣基督受苦搁活，这是保罗宣教的中心。保罗伊在咧强调讲，如果无有搁活，咱所传的就是安那枉然啊。所以搁活对伊来讲，这是伊的传道理的一个中心吼。保罗伫伊的批信内底讲，既然咱所传的信息是基督已经对死搁活，为什么恁中间有人讲无死人搁活的代志？若是无搁活，那安尼基督就无搁活。那基督无对死搁活，咱就无啥物好传的。你若无啥物通好信吼，这真清楚吼。伊讲安尼，咱显然伫上帝为着上帝做见证啦吼。因为咱所见证的，讲伊互基督对死搁活。如果真正无有死人搁活的代志，上帝就无互基督搁活。死人若无搁活，那安尼讲，就是基督无搁活。基督若无搁活，恁的信仰就是安那幻想。人咧讲就变做真诶啊！恁犹原失袂伫迄个罪中间。那照安尼讲，死的基督徒拢是算灭无啊，就拢无去啊。如果咱信基督的人，只有伫今生有仰望，咱比世界任何人更较可怜吼。保罗讲真清楚吼。但是呢，事实上，基督已经对死搁活，这是要保证已经死的人将来嘛要搁活，因为死亡是对一个人来，死人搁活嘛是对一个人来。好，这个是一个咧讲到，这个讲到阿当，这个讲到耶稣基督吼。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遮所讲的吼。所以保罗真清楚啦吼，伊强调耶稣是基督。这是非常清楚的一项事。伊讲信的人大多数是希腊人啦吼，有的人是伫保罗宣教进前就已经相信啦。拄则咱有讲到讲，但是伊是虔诚的信徒，但是到保罗来的时阵，伊才真真正正入来伫迄个教会内底。毋信的人是啥物人？犹太人，遐自称是受选的选民，因心内嫉妒，组织者的匪类作乱。冲入去保罗脚骹的这个耶稣因兜吼，因伫遐来讲白贼，来诬赖讲伊讲耶稣是另外一个王吼，所以互罗马政府判因是这个叛徒吼，所以咱会当看伊讲即阵犹太人吼，真正毋是干那无相信耶稣基督尔，因搁安那心内真硬啦吼，硬到吼世界去扰乱。伊无保罗去到倒位，伊拢对甲到安尼啦吼，真正是足用功的呢吼。好，伫即个所在，咱有几项代志来反省啦，讲教会应该安怎来竞选同工、栽培同工。伫即个方面咱是毋是有感觉讲，教会牧师中职会通安怎做吼？咱前几礼拜牧师有甲迄个咱的总会无共款的职务。放伫咧旧部后壁，互咱逐个知影，互咱去思考，咱要安怎做，要安怎受训练，做一个同工吼。伫角力顶悬，是毋是保罗有双重标准？是毋是安尼？当然，你若要讲伊有双重标准嘛是对啦吼，因为你注意保罗捌讲过一句话，伊甲犹太人讲话，伊就亲像犹太人；甲外邦人讲话，伊就亲像安那。外邦人吼，当然伊也无共款的方法，因为提摩太要面对犹太人，所以伊是一半血统是希腊人，一半血统犹太人。保罗为着无爱互伊拄着艰难，所以伊家行较累，这是伊无共款的考虑吼。好，过来就是讲，圣经甲咱讲，伊照着圣经的基础甲因辩论。所以基督徒真清楚，就是爱用圣经做基础。马丁路德伫改教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诉求，嘛是咱改革宗所坚持的，就是咧讲，只有圣经，只有信心，只有恩典，只有基督，只有上帝荣耀啦吼。所以
圣经是一个真重要的基础，若无照伫圣经的基础，咱所讲的拢是家己的话。咱所讲的若无倒转来伫圣经内底得到证明，咱所讲的拢已经离开圣经啊。咱所做的行为若无下伫圣经，咱所做的拢是为着家己做。吼，迄个思考是真清楚、真清楚的吼。好，到遮。好，有问题无？咱若有问题尽量问哈，莫互人的即个牧师家己唱独角戏，吼，咱会当讨论上好啦吼。我着连讲爱设计问题啊，请咱来回答安尼吼。有无？老师，迄五个维度的迄是啥物？倒一个话？希腊？基本上是咱的解决中的一个精神啦吼。我搁用倒转互咱看，等一下哦，好。有个维度吼，搁互咱看一下吼。这这个这吼，这是咱解决中真重要的精神啦吼。嘿，这个用着圣经做基础，啊，用信心来挽过，因信称义啦吼。啊，只有恩典，因为上帝互咱恩典，无需要用行为吼，这甲顶悬迄有关系吼。啊，只有基督，啊，这个基督就是保罗所咧传的，这个耶稣是国我的基督吼，啊，只有上帝的荣耀啦吼，啊，无有人的荣耀伫咱的内底吼，啊，这是咧，这基本上就是拢针对当初是天主教的问题所延伸出来一寡思考啦吼，啊，你知影天主教体制来讲是由上而下，啊，咱的是由下而上。啊，上顶悬的是咱咧讲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讲上帝吼。只有伊是直达的荣耀的。若伫即个天主教的即个体制内底，啊，因的上大是啥物人？是教皇。吼，所以伊这是有咧伫即个中间咧，甲当初是天主教的一寡错误的一个反动啦吼。然后讲是安怎讲唯独圣经？因为教皇吼会当制定，比如讲咱讲足上简单的，马丁路德改教中间一个上大的一个点是啥物货？叫做赎罪券啦。就是讲，你若用钱甲我买吼，啊你杀人嘛无要紧啊，安尼啦，吼，迄个赎罪券到尾是安尼，啊这无合圣经，所以伊就足主张讲，爱倒转来伫圣经内底去思考，啊这是马丁路德咧改教中间所咧坚持的，伊毋是讲我要来创一个自己的教派，是爱倒转来伫圣经的原则，因为教会行到一站了安那，行偏去啊，吼，教会毋是100%无问题啦吼，就是讲教会定定爱去自我思考，啊要安怎思考，要安怎反省，是倒转来圣经的原则，吼，啊大概是安尼所发展出来的一个咱咧讲的论述啦吼，好，佫有无？好，安尼咱是毋是请信心姐带咱祈祷？
好，咱斗阵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阮满心的感谢。主，你互阮会当通过着即段的时间，通过着阮的牧师伊所准备的，互阮搁较了解。伫当时，保罗为着上帝你的即个信息，伫遐来行的遮的路程，伫这中间，阮也知伊受着济的苦痛。伫遮，啊毋过伊无软弱，伊无退后，伊依然勇敢向前。伊伫遮所宣传的，就是要甲人讲耶稣基督有对死搁活，伫这中间，伊是有伊的救主，阮甲伊信靠。主，伫这中间，阮也看到遮犹太人，因毋但来甲阻挡，而且搁邀请济的人伫遮来甲破坏。主啊，这是要真侪阮的境界。啊，伫即个宣扬信息的中间，互阮会当做着一个真真正正要将上帝你的信息来传落济人即个信徒。主啊，帮助阮，主互阮会当搁较有一粒求进步的心，伫遮来通过牧者来引带阮，互阮对着即个圣经内底的即个真理搁较认捌。恳求主你帮助，主伫遮也求主你祝福，伫这中间参与的每一个人，互阮搁较有智慧，伫你的圣经中间的即个追求的内面。主啊，帮助阮，阮要线回进前，伫你的脚安尼恳求感谢，搁最后说名，阿妹。阿妹，谢谢大家，晚安。安。啊。